千祈唔好去香港娛樂圈發展，嗰度係所有明星嘅噩夢。5月過半，娛樂圈可以話熱鬧得不得了。頂流明星曝光戀情，馬麗為咗新電影反炒沈馬 CP， 就連好耐冇喺公眾面前露過面嘅李連杰，都喺呢一個時候橫插一腳。佢一露面，大家先至發現，而家嘅李連杰早就冇咗從前嘅風光，每次露面都滿臉滄桑。如今嘅佢更加係公開表示，自己時日冇多，早已經睇透生死，甚至佢仲大膽重提當年在港娛發展嘅黑暗歷史，同時要求利智低調行事。呢個中間究竟發生咗乜嘢？李連杰重提心酸往事，唔通真係唔怕仇人報復嗎？早期嘅李連杰第一次喺大眾面前露面，就憑藉一部少林寺火遍咗亞洲。呢一部電影橫空出世，19歲嘅李連杰喺片中飾演覺遠和尚，佢嗰意氣風發嘅模樣、精湛嘅武術功底，驚艷咗無數人。呢一部電影唔單止係俾中國大地則起咗一陣少林功夫熱，仲創下咗1.6億票房嘅神話。要知道當時嘅電影票可以一毫子一張嘅。呢一部電影直接將佢從一個武術冠軍變成咗全民偶像，話係華語動作片嘅啟蒙之作，一啲都不為過。利智係選美冠軍出身，佢嘅美貌同埋身材俾佢一進圈就成咗賭王舞伴，仲曾經有上位五姨太嘅傳言傳出，兩人按理嚟講唔會有乜嘢交集，但係命運嘅紅線卻悄然將佢哋牽喺咗一齊。經羅維介紹，李連杰進入香港娛樂圈，喺拍攝《龍在天涯》嘅時候，李連杰同利智相識。彼時李連杰已經憑藉少林寺聲名大噪，而利智亦都小有名氣，散發住獨特嘅魅力。兩人喺拍攝過程中因戲生情，逐漸產生咗情愫，並好快公開咗戀情。可呢個並唔係乜嘢郎才女貌嘅美好愛情故事。嗰時嘅李連杰已經有家室，妻子黃秋燕係佢武術隊嘅師姐，兩人仲育有2個女。佢呢一絲毫不愛惜羽毛嘅行為，唔單止俾帶佢入圈嘅羅維大發雷霆，仲俾賭王等藝人極為不滿。喺當時嘅香港娛樂圈，大佬們嘅勢力盤根錯節，佢哋嘅一舉一動都喺眾人嘅眼皮底下備受關注。而李連杰同利智嘅戀情，無疑觸犯咗一啲人嘅利益，亦都為佢哋之後嘅遭遇埋下咗隱患。羅維同嘉禾串通一氣，俾李連杰設下咗重重障礙。佢哋攞出一份合約，上面寫住2年拍攝4部戲，片酬僅600萬。喺當時嘅香港娛樂圈，以李連杰嘅身價遠唔止呢個數。呢一份合約明顯係對佢嘅一種壓榨。但李連杰為咗能夠喺香港娛樂圈繼續發展，喺權衡之下，只能夠無奈簽下呢一份不平等條約。本以為簽下合約之後就能夠息事寧人，可事情遠冇咁簡單。李連杰離婚之後，滿心期待能夠同利智開始新嘅生活，可冇諗到利智嘅商業投資突然崩盤，俾佢哋帶嚟咗高達6000萬嘅債務。為咗還清債務，李連杰別無選擇，只能夠再次妥協，簽下咗一份近乎賣身契嘅拍戲合約。喺呢一份合約之下，佢搏命拍戲，只為能夠早日擺脫債務嘅困擾。每一場打戲，佢都親力親為，不顧傷痛，只為能夠多賺啲片酬。可拍完戲之後，嘉禾卻出爾反爾耍賴，要求佢再簽10年合同先至肯支付片酬。呢一行為讓李連杰感到無比憤怒同埋無奈，但喺當時嘅局勢下，人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，佢空有一身功夫，卻又無能為力。就喺李連杰陷入絕境之時，經紀人蔡子明主動伸出咗援手。蔡子明係個極具膽識同謀略嘅人，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，有住自己嘅一套行事風格。佢睇中咗李連杰嘅潛力，認為佢日後必能夠創造更大嘅價值，於是決定幫助李連杰解決眼前嘅麻煩。佢揾到李連杰，
提出只要李連杰同嘉禾撕破面，並讓佢當經紀人，佢就有辦法幫李連杰擺脫困境。李連杰喺走投無路之下，只能夠選擇相信蔡梓明。蔡梓明亦都冇俾李連杰失望，佢喺香港娛樂圈有一定嘅人脈，同時佢嘅哥哥亦都有一定灰色勢力，根本無懼其他勢力嘅威脅。經過一番艱難嘅周旋，佢成功從嘉禾嗰度攞到咗片酬，仲將李連杰簽到咗自己名下。唔單止係咁，佢仲積極同嘉禾商量新龍門客棧嘅拍攝事宜，為李連杰爭取更多嘅機會，企圖打造一個雙贏嘅局面。可就喺事情朝住好嘅方向穩步發展，李連杰亦都漸漸睇到一絲曙光嘅時候，讓人震驚無比嘅意外再次發生咗。蔡梓明喺李連杰面前被當街槍殺，呢件事對李連杰嘅影響好大，俾佢造成咗心理陰影。蔡梓明嘅死成為咗香港娛樂圈嘅一大懸案。由於案件發生得太過突然，現場線索極少，警方經過長時間嘅深入調查，依舊冇揾到兇手。李連杰喺經歷咗呢一系列嘅沉重打擊之後，明白自己喺香港娛樂圈已經冇容身之處啦。如果繼續留喺呢一度，只會讓自己同利智陷入更加危險嘅境地，生命安全隨時都可能受到威脅。於是經過深思熟慮，佢決定帶住利智返到大陸避風頭。為咗確保一路上嘅安全，佢仲特登請咗9個保鏢保護佢哋嘅安全。一行人小心翼翼咁踏上咗歸途。經歷咗呢一啲驚心動魄、跌宕起伏嘅事件之後，李連杰深刻咁認識到咗香港娛樂圈嘅黑暗同殘酷。佢明白自己想要擺脫大佬們嘅控制，需要付出難以想象嘅巨大代價。喺還清所有欠款之後，佢遠離咗香港娛樂圈呢個洗飛之地。佢帶住利智揾咗個安靜嘅地方，過上咗隱居嘅生活。喺呢個期間，佢經常叮囑利智一定要低調行事，唔好輕易暴露自己嘅行蹤，因為佢知道如果風頭太盛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會再次陷入危險之中。過去嘅嗰啲經歷猶如噩夢一般，時刻警醒住佢。常年拍攝武打片，俾李連杰嘅身體過早咁開始衰老。佢身上留低咗無數嘅傷病，大大小小嘅傷口、暗傷布滿咗全身。呢啲傷病唔單止影響咗佢嘅日常生活，俾佢行動不便，仲對佢嘅身體機能造成咗極大嘅損害。2006年，佢憑借霍元甲斬獲金像獎百花獎嘅影帝，風光無限。可鮮為人知嘅係，拍嗰場打鬥戲嘅時候，佢從12米高台上出嚟，成個人胸口着地，喺空中同對手打鬥失去重心，落地嘅時候心肺受到裝死，表面雖已睇唔出傷口，卻落下咗幾十年嘅病根。從嗰之後，佢嘅心臟對外界環境異常敏感，稍有變化就唔舒服。後來佢仲被查出患有甲亢，需要長期服用10幾種激素藥物嚟調節內分泌。呢啲激素藥物導致佢外形發生咗好大變化。曾經嗰個精神抖擻嘅功夫巨星，喺藥物嘅作用之下，變成咗人們口中略顯滄桑嘅胖老頭。身體嘅狀況讓佢內心備受煎熬，佢一度心灰意冷，甚至差啲剃度出家，想要放低一切，唔再連累家人。為咗佢，利智甘願淡出自己嘅社交圈子，陪住佢早睡早起，一齊鍛煉身體做恢復訓練。兩人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對生活嘅磨難。最終佢宣布息影，同埋利智定居新加坡，過上咗普通人嘅生活，遠離咗娛樂圈嘅喧囂與紛爭。佢哋喺異國他鄉享受住難得嘅寧靜與平淡。近年嚟，李連杰嘅身體狀況越發糟糕，佢嘅身影逐漸出現喺一啲寺廟中，同以往喺銀幕上嘅形象大相徑庭。佢衣着樸素，同利智一齊虔誠咁修行，從曾經嘅功夫巨星慢慢變成咗一個追求內心平靜嘅修行者。
利智亦都始終陪伴喺佢身邊，不離不棄。兩人嘅感情喺歲月嘅磨礪下越發深厚。近期李連杰帶住女回國宣傳新書《超越生死》，喺宣傳過程中，佢再次談到咗自己對生死嘅睇法。佢表示自己如今已經時日冇多，咁對於生死早已經睇淡。佢仲特登交代利智，自己嘅後事一定要從簡，唔好大操大辦。佢希望自己能夠平靜咁離開呢一個世界，唔帶走一絲繁華。前幾日李連杰仲晒出時隔50年重返金門大橋嘅相，佢着住一身黑衣，戴住黑帽同埋墨鏡，打扮十分低調。相中佢感慨，同一條橋，唔同嘅角度。上一次離我11歲，50年一訪，橋冇乜嘢變化，點解人老啦？從呢一啲話語中，能夠深切感受到佢對時光流逝嘅無奈同對人生嘅感悟。佢話喺經歷咗咁多嘅事情之後，佢已經明白咗生命嘅真相。生死對於佢嚟講，已經唔再係恐懼嘅對象，而係一種自然嘅歸宿。佢希望自己喺剩低嘅時間入邊，能夠多陪陪屋企人，做一啲自己中意嘅事情，享受呢個最後嘅時光。如今佢雖然已經唔再年輕，身體亦都大不如前，但係佢嘅內心卻變得更加平靜同埋坦然，甚至能夠坦然面對生死。對於一代功夫巨星李連杰，你點睇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。